朋友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我们要出发去武夷山了。昨天我们演出完之后啊，就一直在看那个买票的事情，因为武夷山是5A 级景区嘛，我想这个门票应该不会便宜。结果后来我发现啊，竟然是不要门票的，你只要到那里就直接可以进去了。我们住的酒店啊，沿着这条路一路往上过去就是武夷山。看看这个酒店的早餐怎么样啊？早餐时间7到9点，人不是很多。来，镜子拿吧。都是一些简单的早餐，五谷杂粮都有，饭、炒面，还有一些米线、面，一些小菜、水果饮料。镜子再拿上，小馄饨。镜子，你看我跟你的早饭的风格是截然不同。我是中式。我们到武夷山了，现在在游客区入口。我问了这里门口的保安，之前这里门票是130，现在是不用门票了。今天人不是很多了，小长假要结束了，现在要坐这个观光车去下一个景点。坐观光车是要钱的，不是免费的，70块一个人。上，去天游峰。这里空气好，环境好。朋友们看看这里，天柱峰和九潭峰，看样子不是很高，100-200米吧，都在这里拍照。要继续往里走了。朋友们，这里是朱熹园，也是武夷山的著名景点，始建于南宋1183年，是那时候大儒朱熹在这里上课的地方。朱熹观。这是康熙年间重建的武夷精舍，实物遗存，这不是现在修的。这面墙已经200-300年历史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武夷山的竹筏不能，因为水流太急，水位太高，今天都暂停了。这个是武夷山的伏虎岩，上面这些诗都是明代的很多当官的在这里刻的。上天游峰了，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，朋友们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上面还有个瀑布，太震撼了。下雨虽然竹筏不能玩，但是刚刚这个瀑布啊，据说只有下雨天才有。朋友们，我们已经爬了1/3了，哇，有点下雨了，休息会儿了要。真正的叫一览众山小。那个是不是上不去了？那边应该也可以爬上去吧，只是看你胆子了。朋友们，镜子刚刚给我指的是这个亭子，应该可以爬上去的。终于到顶了，天游峰。真的很累啊，很多年纪大的都上不来，还有很多带小孩的家长，小孩在下面一闹，抱着根本上不来，只能半途而废了。买了一杯茶，1个椰子，你们猜得到多少钱吗？这个价格我是一开始没想到，65块钱2样东西。这叫什么？我们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。山中诗人已无路，泪爱花明月也村。花栗鼠，该把它吃的。好哩。可能跟山上你要喝水下。我们已经下来了，大家看这个水流啊，很湍急，所以今天没办法玩竹筏。这条路啊，前方没有人，只有镜子，后面至少1公里也没有其他人，因为小长假结束，人家都要回去工作了。我们还留在这里了，好像这条路上只有我和镜子2个人。这里生态是真好，朋友们看，树上的猴子。Later， 武夷山之行结束了，出口回家，真的是很累。今天的一线天、虎啸岩、天游峰，全都爬上去了。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太给面子了。天气预报说今天80%这里都是下雨的，而且是从早下到晚。我和镜子还是选择过来了，结果一天基本上都没有下雨。本来想想如果待在旅馆里的话，那岂不是浪费时间？退房了，准备回苏州。武夷山之行演出游玩圆满结束，再次用镜头记录下这里的美好。日出，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，再会。